看台南的消息，台南市天狗日的疫情是愈来愈严重，昨一日手增加322例，其中安南区就占77例。台南市政府为了防范这个天狗日的疫情，积极地开罚单。伫咧安南区这个海沙处，因为囤真侪粪扫，生真侪网虫，地水态度佫真消极。 先坑都唔听，所以讲市政府呢，一礼拜开7张的罚单，强制程度差不多64栋的废弃物。一包一包粪扫用落底起来，条件啊亲像一座山。另外一边嘛，还有油漆桶啊、篮含棒啊，嘛蹲放伫咧涂骹。这个所在若真臭，嘛真垃圾。 卫生局人员赶紧出动，主管回收车来并灯，清64栋粪扫，甚至再19组才载完，互民众拢感觉真寒。蚊啊较少啊啦，因为外国有喷蚊啊做啊。粪扫无人咧倒啦，问题就是咱讲起来，你家己你来，你就是你爱清嘛。这个所在伫咧台南安南区的海沙处，看过去是高落速苦，围厝甚至都无壁倒，发真侪草啊，占地搁宽。但是地主还蛮管理，或者拢伫咧积水，网头嘛规大堆。 今晚卫生局看未做，要进行规划。屋里呢，一共有66间的空屋哈。那环保局这里呢，也已经开罚7张罚单，那也印出了超过64公吨的垃圾啦。风台过境，落雨过积水生真侪网虫。台南市长天狗日的确诊数增加到322例，其中安南区就占77例。政府讲为了防范天狗日的疫情，会开发处地，呼吁民众爱甲骨力面前变动环境，较未确诊嘛收到罚单加了钱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